親愛嘅弟兄姊妹，好多時我哋諗起聖經裏面嘅獻祭，可能淨係覺得係將最好嘅嘢奉獻俾神，好似係一份單向付出。但利未記第7章其實隱藏咗一個關於分享同更大祝福嘅秘密，你又會唔會好奇呢？利未記7章29節溫柔地提醒，獻平安祭嘅人要將祭物奉俾耶和華。呢個平安祭唔單止係你同創造主嘅親密連結，更蘊含深刻意義，就係分享嘅喜樂。上帝唔係要你獨自珍藏所有恩典，佢更想你將呢份從天而來嘅祝福，慷慨地流向你身邊每一位，讓愛同祝福蔓延開去。當你願意打開心扉，將神賜俾你嘅祝福，無論係物質、時間定係愛，都分享出去嘅時候，你就會發現呢份愛同喜樂唔會減少，反而好似源源不絕嘅活水咁，不斷流動，滋養你生命，令你心靈更豐盛。成為祝福嘅管道，本身就係一種莫大嘅祝福。願我哋每個人都活出利未記所啟示嘅分享精神，將神嘅愛傳遍世界每個角落。阿門。